我们呢这个空档是每450个，我们先是隔一个钉一个，要不这么大个墙钉完了站不起来太累了，2个人搬也搬不动。那么先这样把这个外墙框钉起来之后，然后竖起来，再把中间的木头一个个的补上，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哈。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抱双了呢？大家都看到了，下个墙要从这接的话，是作为吉普勒好封板的，对吧？切记这个头上一定要拉钢带，双面那边还这边都要拉，每几根都要拉钢带。好，我们在前面踏上节点，我们要过一下啊，来尽量。